周金兰前贤，爱祥单位林美良前贤，爱祥单位李依林前贤，爱祥单位徐玉文前贤，爱祥单位邱素慧前贤，爱祥单位曾江英前贤，爱祥单位江梅如前贤，爱祥单位黄叶珠前贤。信一单位黄晶晶前贤，信一单位廖梦芳前贤，信一单位郭丽珠前贤，信一单位陈怡安前贤，信一单位王心凌前贤，信一单位吕淑娥前贤，信一单位李杨梅前贤，信一单位曾以寻前贤，义兴单位黄佩蓉前贤。义兴单位黄秋华前贤，义兴单位潘美雀前贤，义兴单位徐鸾前贤，义兴单位朱慧珠前贤，合成单位吴亦如前贤。江美纯老师呢？哦，他的岳母应该说他的婆婆了。应该说先生的母亲叫婆婆。你看他婆婆先生的女儿都到他干起打了他。而且，哦，你看同为博士林的潘吉龙博士林的王崇为博士林的，就是创立远东火车团，在青上活动，培育人才。请子女恭敬的跪在拜垫上。行奉茶礼，麻烦服务人员递上我们的福源茶。那子女请接过盘子上的茶，先恭敬的拿在手上。林美良前线，孝道媳妇可能会创立下元的妙恩。亲爱的妈妈，献上这一杯福源茶，希望你身体健康，福慧圆满。妈妈慢慢喝哦。子女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对妈妈说一些感谢的话，平常都不好意思说，现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赶快说，会诊的时候更好说，说的时候更有力、更恭敬。